教練啊，我以後都唔練空手道啦。你返嚟道館先啦，我想你見一個人。你好，我叫雅文，我是今年的亚洲冠军，是你的教练叫我来见你的。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空手道，既然喜歡，為什麼要放棄？因為我有白食病啊。我也有啊，但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。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麼看你自己。你不用把白班當成自己的負擔，它不會影響你的練習，更不會影響你熱愛空手道。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站起來。不用在意他人的看法。我從來不覺得白班是自己身上的羞恥，反而是自己身上獨有的標記，就好像一幅畫。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放棄你所喜歡的，你之後一定會後悔。是時候做回自己了。有沒有興趣和我打一場？白色病人咧，佢哋嘅病情咧就因人而異嘅。針對較常嘅非截斷性白色嘅病人啦，部分嘅病人咧，佢就會喺頭嗰幾年咧就會發展得快啲，跟住佢就會穩定咗落嚟㗎啦。但係有另外一啲病人咧，佢就會每年逐漸咁擴大或者增加嗰啲嘅患處嘅。白色都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疾病嚟嘅，我哋可以透過一個健康嘅生活習慣啦，保持心境開朗，再配合適當嘅治療咧，就可以幫助個病情穩定落嚟嘅。